咁其實你話如果你就咁行入去就多數都冇可能嘅啦。但係如果你話你唔係嘅話咧，咁其實就都幾難排嘅，因為 PP 佢嗰個挑選客戶啊係好講究嘅。個話題性係重啲，因為咧佢係唔同以前嘅 PP 款式啦，因為佢嗰個特色咯，成件藝術品咁啊！我自己個人意見啊。Hello， 歡迎嚟到 RWW 開心 share 頻道，我係阿的傑仔。咁今次咧，因為之前咧有啲朋友仔話想了解下 PP 點樣入門。咁其實你話如果你就咁行入去就多數都冇可能嘅啦。我哋熟悉嘅一啲客人咧，佢哋用張卡片，即係譬如可能係醫生啊、律師啊，佢哋就可以用佢嘅卡片嘅名義入去 PP 嗰個牌某一款錶咁樣咯。咁呢度咧簡單咁講下，好似呢一個咁樣6007G。咁佢就2023年嘅時候就出㗎啦，跟住白金錶嚟嘅，中間咧佢又會好似碳纖嘅風格，有啲螺旋紋咁樣做出嚟。咁啊黑色牛仔布帶，咁同樣咧都有碳纖嗰個紋喺度嘅，30米嘅防水啦。跟住佢嗰個碳纖風格咧係喺2020年嘅時候就出嚟嘅，咁就 PP 為咗紀念日內瓦咧全新廠房嗰個進攻嘅，咁啊亦都推出個6007A 限量版嘅鋼製嘅錶。咁啊呢一個咧。咁佢就有黃色、藍色、紅色，咁有3隻色嘅。咁佢呢隻公價我冇記錯，應該都要30左右嘅。咁而家都係20零，即係20頭已經係可以買到全新。咁呢隻而家我哋呢一隻全新定？全新都係全新。呢全部都係全新。呢個就巴黎釘咯。咁呢個 Calatrava 咧，咁喺2021年嘅時候推出嘅象牙白啦。咁佢就白金同埋玫瑰金咧都同步登場㗎。咁呢一隻咧就係玫瑰金嘅錶殼，佢個錶圈上面嗰度咧有個獨特嘅巴黎釘設計，所以有啲人就會叫佢做巴黎釘。跟住再配埋個啡色嘅鱷魚皮啦，絲襪係啦。咁呢啲巴黎釘，呢啲其實全部都係冇咁熱門款，即係等於你喺 PP 嗰度，你可能想買一隻熱門款嘅，可能手榴彈嗰啲，即係佢可能要你配呢啲冇咁熱門款，就會可能俾啲手榴彈啊，又或者啲再熱門款嗰啲，可能唔夠80R啊嗰啲嚟。嗱，另外為大家介紹呢隻 PP 咧，就係5524G 飛行員系列42mm，咁佢出產嘅年份咧係15年，停產嘅年份係25年。咁誕生緣由咧係向呢個飛行史上的傑出人物致敬㗎。咁另外咧，佢呢隻錶咧係白金嘅錶殼，深藍色嘅錶盤。咁深藍嘅錶盤咧係1930年咧美軍呢個戰鬥機身常見嘅顏色啊。啡色嘅小牛皮錶帶，有對比色嘅縫線，30米嘅防水啦，兩地嘅時間啦，基本上一隻 GMT 咁咯。咁呢隻咧當年出咧就個話題性係重啲，因為咧佢係唔同以前嘅 PP 款式啦。咁同埋我自己覺得佢幾有特色㗎，因為有兩個計時器，同埋咧中間有隻大眼仔。咁平時 casual 戴啊，我覺得都可以嘅。呢隻錶係22年二手嘅，咁係 full set。呢隻錶嘅質素都好高㗎，98% 新嘅。咁而家我哋買價錢254800，唔敢係最平，但係亦都可以話係最公道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隨時嚟過嚟揾我，去幫你睇一睇。一齊冇揾佢，一齊睇啊！冇咁嘅小豬同你講。冇揾佢啊！嗱，跟住咧，再為大家介紹下第二隻 PP，呢隻比較優雅啲嘅，複雜嘅功能系列係月上款5015呢隻鉑金係1994年推出，大約1999年停產。咁其實出產係幾年？咁鉑金嘅數量比較少，其實都可以珍藏嘅。咁佢共有呢個黃金啦、玫瑰金啦、白金啦、鉑金啦4種嘅材料嘅版本，圓形嘅釘珠錶圈，黑色嘅鱷魚皮帶，25米嘅防水，48小時嘅儲存動力，係 PP 首次推出帶有動力儲存嘅錶。佢另外有一支黑色嘅雙頭針，用來指示正確嘅月齡啊。由於5015嘅月相之針一天會移動數小格㗎，所以咧準確地顯示月相122年才會累積一天嘅誤差。呢一隻錶係鉑金嚟嘅，咁而家我哋對手鉑金係鉑金最手嘅。咁呢個最特別係咩咧？佢冇低日期，不過就二手就95新啦。咁個
價錢方面啦，公道價啦，20.8,800蚊。嗱，佢特別款啊，35mm，雖然唔係大陸，男士戴或者女士戴都啱。不過我諗女士會較為喜歡。男士要手幼啲先至可以戴到呢啲。係啊，係啦。咁佢係月相嚟嘅，咁佢當然啦，佢去到某一個位，佢會日夜功能嗰個公仔佢會喐啦。咁呢個我自己都覺得幾特別嘅。當然你到時自己喂唔中意條皮帶喎，轉膠帶都得㗎，可以喺出邊揾鋪頭。同埋嗰陣時咧，佢就幾特別嘅，我幾中意嘅。係。佢嗰陣時咧，佢嘅底蓋咧係可以揭開嘅，即係咁樣可以揭開咯。揭開嚟睇下，特色下。咁就會見到佢個機芯入邊個機芯，同埋嗰個年代啲人咧，有啲人會刻埋個字，即係刻埋個名喺後面，即係個 PP 嗰度啦。以前係特別好多嘅，即係例如好似拍天長地久啊，以前嗰啲啦，即係揸架飛機嘅嗰啲啊。嗱，同埋個機芯咧，因為佢始終 PP 嘅工藝咧，無論個面同入邊嘅機芯都係比較講究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過嚟睇一睇，真係幾靚。20萬左右拍金標就你當係粗帶咯，坦白咁講。不過我真唔捨得，我會錫住戴，但係因為佢嗰個特色咯，成件藝術品咁啊，我自己個人意見嚇。同埋講翻啱啱好似咁 PP 點樣去入門咧？都有一句啦，你俾卡片，如果你係律師、醫生嗰啲嘅就會容易好多，都會容易排好多。但係如果你話你唔係嘅話咧，咁其實就都幾難排嘅。即係佢連俾你買呢啲即係冇咁熱門款嘅，佢都好難俾你買到。咁你根本就冇機會搭佢嚟到去買，或者進階去買佢其他嘅款式咯。因為 PP 佢嗰個挑選客戶啊係好講究嘅，唔係咁容易可以買到佢嘅熱門款。相對就有啲客人會喺二手市場嗰度揾啲熱門款咯，即係佢直接了當咯，唔使去同啲 sales 溝通，咁直接去買咯。好，咁講翻呢啲6007G 啦，咁其實咧都買咗好多隻㗎啦，藍色、紅色、黃色都買過好多次㗎啦。呢啲係幾抵玩嘅，最緊要係20蚊左右嘅白金 PP 係啦。港幣定人民幣？yen。哦，咁你賣俾啲尾數佢出，過去尖沙咀攞。總結啦，咁其實 PP 如果你話新手想入門嘅話咧，係好難買到嘅，亦都唔好去嘗試啊，因為我都嘗試過，都係俾人講。喂，你割下個碌或者難啲嘅。你個碌。咁今集就講咗咁多先啦，咁下一集咧就可以啲觀眾留下言，睇下有啲咩想我哋大家去講下，咁都 OK 嘅。或者開發一啲新嘅話題，大家研究下咯。因為近排少咗拍，因為好忙。唔係，中意呢條片嘅人最緊要 like、留言、訂閱，記得啦。好，拜拜。